队表演。成功大学75周年校庆运动会，好多种表演，还有业余队表演呢。这里是光复校区火车站的附近。好，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发票要记得刷牙，再刷一次。7位竞赛。来，跟着。这个竞赛的7位竞赛。成功大学75周年校庆，还有业余队表演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出场的是统计99，他们的介绍指示。你以为统计是会用手玩数字吗？那就来试试看用脚 PK 啊！让我们大慈大悲的让你一只脚啊！让我们用脚丫子教教你们，我们之间的变异系数有多大嘛？让我们手勾在一起，迈向 anyway 的胜利啊！哦，好，亲子们。好，请大家给掌声好吗？日本金泽大学来到我们成功大学来，到我们学校参访，顺便参加我们的20人21甲。哦，大家都点，两国合作不错，成绩参考成绩15秒51。好，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20人21甲决赛就到此结束，非常感谢大家。好，我们20人21甲比赛完毕，我们马上统计得奖的队伍，然后我们要请赞助我们这个活动的男单人寿陈经理来为我们颁奖，同时教职人趣味竞赛我们也要在这个时间来颁奖，请准备。成功大学75周年校庆特别活动。李老师，可不可以进行下一个节目？所以现在我们请这个啦啦队预演完以后，我们马上颁发今天早上的2个奖项。李老师现在是。那么，成大管弦乐团演出。
看有个病人呢，还有骑舞的。